歡迎收睇家視台，我哋宏觀國際大事，細看兩岸風雲。我係呢個節目主持陳傑。當大家以為特朗普訪華之前呢，美伊衝突會稍為緩和，但係隨住伊朗向進入霍爾木茲海峽嘅美國船艦發射導彈之後，大家已經覺得呢一個衝突似乎短期內冇辦法平息。今集我哋請到兩岸問題專家、資深傳媒人黃善勇先生。大家好，我係黃善勇。同時我哋都同台灣資深傳媒人黃楚楚小姐連線。大家好，我係黃楚楚。勇哥啊，美伊衝突咧停下打下，停下打下，到底而家真實嘅情況係點樣？我認為咧，而家呢個美伊呢場仗咧，進入一個好曖昧嘅時候，因為咧雙方都話停火，但係雙方日日都喺度開緊火，尤其係呢個琴日咧就啱啱呢個伊朗嘅革命衛隊向兩艘想進入呢個波斯灣嘅美國軍艦發射咗兩支導彈，結果咧嗰兩個美國軍艦咧就係夾住個尾巴走甩咗。今日咧就繼續發酵，呢個特朗普就話：喂，你唔好再發射飛彈喎，唔係我將你個伊朗從地圖之上抹咗佢喎。咁啊，特朗普講嘅嘢咧都係真係信多一成都叫做雙目失明啦。咁大家唔好理佢。而家其實下一個焦點就去到呢個佢將會喺5月14、15號訪問北京30個鐘頭。咁啊，30個鐘頭就係勞師動眾啦。咁到底會傾啲咩咧？其實首先咧，最重要咧，中國想同美國傾台灣問題，呢個係最重要嘅。但係當然美國咧就帶咗一大紮清單咧，包括傾啲咩咧？包括傾稀土，包括傾中國同伊朗嘅呢個石油交易或者係武器交易。另外咧仲話中國咧即係喺其他方面都棘咗好多棘咗美國啦。當然調翻轉，中國都會提出你點解呢段時間都提出好多對中國不利嘅措施嚟針對中國啦。所以雙方我覺得今次咧中美之間咧係冇乜結果嘅，係好快嘅，大家一個過場啫。同時咧最主要咧就係睇翻咧到底特朗普會唔會喺台灣問題之上表個態嘅？中國最需要呢句啫。你30個鐘頭可以傾啲咩咧？瞓一晚已經冇晒啦嚇。咁啊，即係講到政治咧就非常之沉重。我就反而覺得講啲趣味啲嘅嘢。特朗普未嚟咧，佢個4架軍機從1號到4號嚟咗4架軍機，佢個載重達到77噸嘅呢個機身編號88204嘅美國空軍 C-17運輸機嚟咗4架㗎啦嚇。咁啊呢個當然係好，大家都少少科普俾大家知。美國總統出行咧係好大陣仗嘅，好巴閉嘅，使嘅錢啊好似如流水咁啊。其實今次嚟要使幾多錢咧？最少5000萬美元。咁使咗啲咩咧？我簡單講幾樣嘢俾大家知啦。即係空軍1號每個鐘頭咧需要20萬美金。咁另外咧安保人員啊噼里呱啦要1000人嚟啊。咁啊特朗普總之咧，佢從呢個去飲嘅礦泉水，至到家私雜物全部都搬去中南海咧，嗰間房啊全部搬晒美國嘢喺度。咁可能佢中意食嘅薯條啊，中意食嘅可口可樂都係自帶嘅。咁可能佢仇家多，驚人哋落毒啦。咁呢樣嘢都係一個，我覺得係比較趣味啲，同大家報告一下。費事講到政治咁沉重。佢嚟到呢度咧，其實我覺得特朗普都係攞彩，因為佢係伊朗美伊戰爭呢場仗咧已經係灰頭土臉，攞唔到咩着數，所以佢唯一咧。見全世界好多人都走嚟見習近平，佢都係唔好執輸，所嚟見一見。所以我覺得而家目前嘅情況就係咁咯。傑哥，你知道而家美伊戰爭咧，真係打到真係世界亂晒嚇。咁但係喺呢個時候，特朗普要去見我哋嘅習主席，你覺得會對全球嘅局勢同埋美伊戰事嘅影響會係咩重大嘅關鍵呢？嗱，特朗普一係咧就話要將人哋打翻去石器時代，一係就話要將人哋喺地圖上抹走佢咁樣。我覺得都係打嘴炮嘅啫。即係而家雙方開出嚟嗰個條件啊，即係有關要停火嗰個條件，雙方都嗌價嗌得非常之高。大家其實雙方都好清楚，如果你喺戰場上攞唔到嘅嘢咧，喺談判台上面咧更加都攞唔到。好老實，事實我哋睇到嘅就係、美國喺呢一個衝突當中已經係輸咗啦。哪怕你特朗普即係仲對住傳媒講呢個今次同伊朗嘅衝突只係一個小型戰爭，小型戰爭你一日用緊10億美金，跟住你話呢個係一個小型戰爭，你已經連航母都俾人哋打中咗幾次，都火燭埋，你點樣講呢個係一個小型嘅戰爭呢？即係你嗰個損耗，包括你盟友，即係你喺中東入邊嘅基地。
即係我唔敢講話係打到斯巴蘭啊，但係你都係即係叫做付出咗一個幾大嘅代價。所以我覺得喺本質上面，美國喺呢一個衝突入邊，以你咁樣嘅國力，你喺對伊朗咁嘅對手，你其實係輸咗㗎啦。你特朗普其實你即係叫做贏王啊，一直呢個一定要講自己打贏，你只係口裏面即係貪口爽嘅啫，你其實已經係輸咗。而且今次咧，即係勇哥你頭先講，佢嗰個訪華嘅主要目的係咩咧？你就係喺佢所有戰敗或者陣敗嘅敗陣落嚟嘅一啲地方啊，即係又面對緊即將嚟臨嘅中期選，佢一定要揾一樣嘢啊去突破或者俾佢嘅美國內部睇到啊，佢仲好強。我諗佢主要係想做呢一樣嘢，所以貝森特講句説話，大家要好留意嘅。佢話特朗普訪華唔會因為對伊朗嘅戰爭再推遲任何嘅行程，即係今次即係你大家都知啦，個4架運輸機已經去咗，已經對特朗普呢30小時嘅訪問已經係99.9%咧，係一定係成行。即係特朗普就算喺同伊朗嘅衝突未完成，佢都要去訪華，咁即係可以睇到今次嘅訪華對佢嚟講嗰個意義係非常之大嘅。所以今次嘅訪華，我覺得你冇睇嗰個時間得30個小時，但係我覺得係釋放出嚟嘅信息，中美嘅關係何去何從，包括兩岸嘅問題何去何從。我諗呢30個小時喺歷史上面可能會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啟示喺當中。佐佐，你認為咧，今次特朗普訪華咧，會唔會對習近平提出一啲咩要求咧？另一方面咧，特朗普以總統嘅身份，會唔會發表一啲對台灣立場上高一啲新嘅睇法咧？其實真係如果毫無意外嘅嚇，即係隨住美國嘅空軍 C-17運輸機降落喺北京首都機場呢一刻，其實5月14號即將會拉起咗習特會嘅序幕。呢一場會面即將會引起全球嘅關注，可能亦都會係一場改變世界秩序、影響好多方面嘅會談。咁中美兩國要傾嘅其實真係就唔止係傾關稅啊、買幾多大豆啊、稀土或者芯片啊等等咁簡單，而係中美兩大國喺中東戰火嘅調停、全球供應鏈嘅穩定，乃至台海未來嘅戰略走向。兩岸統一嘅時間表都會一並進入咗核心嘅籌碼交換。不過以目前嘅形勢嚟睇，美國有求於中國幫手嘅地方真係更加多，所以可以估計美伊嘅衝突淨係靠特朗普佢嘅恐嚇係冇辦法去結束呢一場嘅戰爭。咁對美國最傷嘅當然就係而家美國繼續咁樣消耗落去，所以美國當然好希望中國去調停，盡快結束呢一場戰爭。因為伊朗嘅原油出口中國係佔咗90%，亦即係話中國係德黑蘭政權運作嘅支柱。咁所以要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只能夠寄望中國嘅影響力啦。咁只有中東停火，特朗普至有可能保住年底嘅共和黨嘅政治生命。咁另外講到交換條件，台灣問題就一定要傾㗎啦。據講，特朗普呢次嘅訪問極有可能會用反對台獨同埋壓縮對台軍售作為交換嘅條件。咁其實要知道，而家台灣本島因為軍售案嘅版本，就連國民黨內部都鬥到真係4分5裂。呢個對國民黨今年嘅2026年嘅選舉，絕對當然有好大嘅影響。咁不過中美兩大國嘅博弈向來都係相當複雜嘅，特別係特朗普係一個好喜歡搞下小動作啊，講一套做一套嘅商人。咁我哋由今次賴清德去偷渡到史亞帝尼嘅魯莽行動，其實真係好難唔令人懷疑有美國嘅默許，因為以賴清德嘅極度嘅親美，如果佢冇美國嘅同意，相信佢係唔敢貿然行事。咁同時唱雙簧嘅仲有日本高市早苗密集咁樣訪問越南，去推動武裝東南亞同埋澳洲。其實呢個已經超出咗日本嘅自主防衛嘅範圍，所以好明顯當然就係特朗普所安排嘅喺習特會前夕嘅小動作，好作為籌碼同中國做政治嘅交換。
但係政治永遠真係要睇實力去講説話。而家好明顯係美國有求於中國係當然比較多。而家中國所掌握嘅係影響中東停火嘅關鍵，穩定油價，拯救全球嘅經濟。希望呢一點當然特朗普佢要好明白。容哥，今次特朗普訪華咧，我相信一定對對岸嘅嗰個叫做政治咧係有一定嘅漣漪效應嘅當中。其實對個軍售案你自己又點睇啊？特朗普訪問大陸咧，就毫無疑問會提出一大紮嘅要求。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伊朗問題、稀土問題，同埋咧唔該你買多啲大豆。咁呢幾個問題咧，始終都係困擾兩個關係。但係呢個係中國好被動地採取嘅應對嘅措施。因為你睇下，自從特朗普第2次上台以來，對中國做幾多衰嘢，大家一清二楚。無論係科技，無論係金融方面，做好多動作嘅。好啦，咁啊，特朗普訪華，大陸必定會提出台灣問題。咁啊，最近咧，台灣亦都係好熱鬧啦，因為個軍售條例草案就喺台灣嘅立法院咧搞到即係沸沸揚揚啦。咁琴日咧就好有趣，我就睇咗一個電視上高一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接受中國廣播公司一個女主持姓黃嘅女主持嘅呢個訪問。咁我覺得今次嘅呢個訪問咧，佢將之前出邊好多嘅謠言咧，通過佢自己作出好多嘅澄清。咁啊，我覺得今次呢個所謂軍售案咧，根本上就係美國連同民進黨設一個坑，要俾國民黨跳落去。國民黨過又係死，唔過又係死。咁當然啦，呢幾日睇嗰啲親綠嘅媒體啦，或者係嗰啲別有用心嘅人，就傳到好多問題啦，就話呢個鄭麗文如果唔過呢個所謂8000億嘅呢個方案咧，佢就去唔到美國。首先，咁呢個已經破咗啦嚇。第二個咧就係如果唔過呢8000億咧，今次咧國民黨會喺台灣嘅地方選舉會輸得好慘嚇。第三咧會造成國民黨嘅分裂嚇。呢個係主要係我歸納為3個主要嘅呢個問題啦。咁鄭麗文都答咗啦。咁首先我講嘅呢個主持人，呢個姓黃呢個主持人咧，其實以前係記者嚟嘅，即係喺22年前咧我同鄭麗文係坐同一架專機陪同連戰訪問大陸，第一次訪問大陸嘅，所以整個過程我哋大家都好熟，亦都可知道嘅背景。呢個黃女士咧，其實咧佢亦都係呢個韓國瑜嘅學生嚟嘅。當時喺台灣讀緊嗰個叫做呢個五專一間新聞學校咧，即係專科學校咧，嗰陣時咧就韓國瑜教佢哋三民主義嘅，佢有佢學生，佢後尾佢都好識揾到個機會咧，做咗高雄市嘅呢個官全國嘅局長啦，即係韓國瑜嘅發言人，亦都做過101董事長嘅特別助理，所以呢位女士都幾叻啊，都幾識找位啦。咁啊，姑勿論都點好，佢而家做緊中廣嘅主持人咧，其實就係佢老細就係趙少康啦。咁趙少康咩料？我陣間再同大家分析一下。咁佢今次咧，其實呢個訪問咧係設一個坑，要俾鄭麗文跳落去，但係鄭麗文係好驗證地澄清咗好多嘅出邊對佢嘅謠言啦，而且對佢好不利嘅謠言。另外咧，我未見過咁嘅訪問，又咪專訪咧，兩個主持人同埋呢個受訪者係冇眼神嘅交流，而且大家面色都好凝重，即係可見呢位黃女士之前嘅所作所為同埋好多言論咧係針對鄭麗文，鄭麗文梗係唔開心啦。咁啊喺呢度咧，我想講幾樣嘢啦。今次鄭麗文訪問美國係確定嘅，不論佢有冇8000有冇過係確定嘅。第二咧，即係所謂民進黨散播啲其實地方好多人係唔支持呢個鄭麗文㗎，佢可能成為呢個光杆司令啊，等等等等，都係冇乜可能，因為國民黨以而家嘅體制，唯一強勢得鄭麗文可以企出嚟，可以面對好多挑戰，你其他人係冇咁嘅資格。第三樣嘢咧就話鄭麗文要處理呢個桂綸鑎將軍嘅所謂失言嘅問題，鄭麗文一句説話帶過已經翻咗篇啦。所以咁多嘅紛紛擾擾咧，其實係由鄭麗文一個人講出嚟咪得咯。你出邊點樣傳言係冇用嘅，選唔選得好咧？其實我睇國民黨咧，而家咁嘅勢咧，佢入邊咧根本上就好多牛鬼蛇神嘅。國民黨根本上就一撇屎。我同你講，國民黨點樣幫都冇用。如果佢冇改變兩岸嘅新嘅論述，以往台灣人嘅思維咧，你選多10次，選多100次都係輸，都係趴喺地下，
俾人撳喺地下摩擦嘅，俾美國佬當佢係卒仔，係咁利用完之後就拋棄嘅，就係咁嘅情況。結果中美兩大國即將嘅見面啦，當然係世界嘅大新聞，同埋係影響未來即係局勢嘅發展。但係無可否認就話對台海嘅影響更加係重要。咁你點睇？即係呢次會談之後，對於兩岸嘅統一進程會有咩改變？雖然大家都係話特朗普今次訪華之後咧，其實成個兩岸關係可能會進入咗一個新階段咯。但我自己覺得又唔需要大家過分嘅去解讀，因為台灣好老實，國民黨即係咁多年嚟尤其是喺嗰個選舉方面，大家睇到其實經過咁即係20多年、30年嘅民進黨對2300萬人嘅一種洗腦咧，其實台灣人其實我覺得好種已經形成咗一種好自然嘅去中國化啊。你無論佢有意或者惡意無意你其實問下島內嘅人士，不經意地由台北去上海叫出國，我係出國去玩嗱，佢去玩喎，佢嗱如果用我哋嘅個立場，佢肯翻嚟內地翻大陸你無論一種交流各方面係好事嚟嘅，但係喺佢個骨子裡面，佢講嘅係咩咧？就係我哋出國嗱。我想講就係呢種有意無意惡意一種思維就係出國。所以你話靠國民黨係唔係能夠力挽狂瀾爭取到和平統一？我諗要爭取嘅，當然我哋要繼續嘅去爭取，我哋都唔能夠放棄呢個和平統一嘅一種盼望，但係亦都唔好太過寄望於呢一樣嘢即係作為一個。哪怕你係地方領導人你賴清德，你叫做離開台灣本島出去訪問，你就怪大陸打壓你外交，即係壓縮你個外交空間，就呢個成為咗個理由，你用偷渡嘅方式去出去咧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幾難睇嘅一樣嘢但係嗰個風險係數你出去其實係有風險嘅，即係我覺得成個台灣而家係一個叫做亂七八糟嘅一種咁嘅情況。領導人我睇講你地方領導人話你地方領導人都叫做領導人，你係唔係需要做到一種咁樣嘅咁樣嘅局面有任何事情你要去，我用請示呢一個，要向美國去請示，你有冇必要去做呢一樣嘢？你國民黨爛。民進黨我可以講更加難你為咗得到美國嘅支持軍售，你根本又叫交保護費，呢啲嘢又嚟唔到萊豬即係唔符合你自己食安標準嘅嘢，因為係美國阿爸你都要開門，即係而家成個台灣島，我覺得大家而家即係對於呢個特朗普訪問之後會點咧大家係好關心係要必要，但係我又覺得唔需要過分嘅去解讀。我哋有我哋嘅時間表，我成日都咁講我成日覺得而家成個島內係一個好紛亂嘅一個咁樣嗰個情況，大家亦都唔需要過分嘅去解讀會點啲，或者對於佢嚟緊嘅一個地方選舉，即係佢嘅縣市選舉，係咪需要即係好認真去看待國民黨到底贏幾席輸幾席？我覺得茶餘飯後大家傾下就 OK 嘅，即係咪需要過分嘅去做一個研究或者去睇，我又覺得即係未必有咁嘅必要啦。佐佐你認為咧，美方已經確立咗鄭麗文6月初訪問美國6個地方，咁呢一點咧係咪已經打破咗之前咧呢個有人放風話呢個國民黨入邊嘅呢個阮國凱提出嘅8000億呢個新台幣咧換呢個鄭麗文訪問美國呢件事咧？嗱，最近咧炒到沸沸揚揚嘅話題就係1.25兆嘅軍售案。韓國瑜突然之間抌出個8000億版本，就係為咗要做俾黨主席鄭麗文去美國嘅投名狀。咁事實上，鄭麗文嘅立場係非常之堅定嘅，就係堅持國民黨嘅3500億加 N 嘅合理版本。其實大家都好心知肚明，就係台灣買軍備就係買一個保險。咁民進黨就借呢個機會就貪污，
因為美國直到目前為止仲爭台灣3000億台幣嘅武器仲未交貨，而家仲要再加碼再買，咁大家其實都知道武器根本就唔會嚟。而事實上，鄭麗文嘅態度係非常之強硬，而且亦都證實咗，就算佢企硬，依然係獲得美國嘅批准，將會喺6月訪問美國。目前就有傳聞鄭麗文係請求面見特朗普。咁其實呢一點不得不佩服鄭麗文嘅勇氣，因為確實美國亦都需要同國民黨建立一個暢通嘅溝通管道。咁此行據講，即使唔能夠鄭特會，亦都唔排除能夠見到國務院副助理級別嘅官員，同埋喺唔公開嘅行程裏邊同戰爭部會談。因為呢一次中美領袖會面之後，華府其實都需要了解台灣島內嘅真實情況。無論如何，國民黨都係佔咗台灣立法院最多議席嘅政黨。咁據講呢次嘅隨行成員仲包括蘇起同埋袁建生呢兩位知美派嘅重量級秘書長。袁建生佢係台灣教父級嘅愛事人物，深耕華府30年，亦都係美國信任嘅人選。同時已經知道嘅係鄭麗文已經獲邀到哈佛同埋 MIT 演講，所以可以預測呢次鄭麗文到美國規格係唔會太低嘅。亦都打破咗軍售8000億至能夠買美國嘅門票嘅迷思。過去美國因為維護霸權嘅因素，用台灣去圍堵中國大陸。而家時空轉變，美國必須要撤出第一島鏈，係實力喺度決定一切。同時，美國亦都漸漸明白，台灣對於中國大陸嘅意義唔係經濟理由，亦都唔係政治因素，而係歷史嘅必然。因為統一台灣將來係要寫喺教科書裏邊唔可以缺少嘅章節。呢個係民族嘅情懷，最唔能夠用任何條件或者理由可以放棄嘅。只要你係中國人。中美元首嘅會面到底會對美伊衝突同埋兩岸嘅關係會有咩影響呢？讓我哋一齊拭目以待。今集嘅時間亦都夠啦，我哋下星期再見。